阮妈妈拢会讲狗仔落花人，迄句是啥物意思？好，足伊拢感谢你。我甲你讲吼，即句吼，感谢你甲提醒这个吼，我会替其他的老师甲你感谢，因为吼，你无讲，我已经足久捌听到这个。我先甲你讲吼，阮遐听到是吼，亲像蛤蟆落花人，你那是讲狗仔落花人吼，就是讲我讲你听，即当时安尼讲，迄衫若伤大领有无吼？伤大领吼，迄个穿着吼，讲安尼著穿甲迄衫遐大领安尼，亲像吼蛤蟆咧落花人咧，吼，意思就是安尼，伤过人世啦，有无？伤过人世。对啊，你若讲迄衫伤大，领屎伤大，就拢讲狗仔落花人。嘿，但是你是毋是想着讲狗仔花人嘛落袂落对无吼？对，我想讲，系啊，还是讲走音去，我嘛毋知。我提供一个方向啦吼，你参考看觅，应该是蛤蟆啦，蛤蟆落花人，因为吼，咱一般迄个啥蛤蟆迄个早细只啊，讲老师蛤蟆是会甲摕来落去花人内底，做囡仔，我讲囡仔人吼爱耍，囡仔人爱耍吼，迄个什么物件，遮哩啊遐哩啊，即摆你甲反正甲弄去花人内底，伊还佫通跳咧，还佫吼人安尼啦，吼